心想事成第18條法則：自己的體驗來自於對他人的感覺。你的心是個有創造力嘅媒體，因此你對別人所思考、所感覺嘅事情，都會成為你自己嘅體驗。潛意識雖然是無所不能，但係要實現佢，必須透過個人嘅顯意識。而你所想、所感覺嘅事情，會變成你體驗被實現出嚟。因此，你必須多加注意自己思考同埋所感覺嘅事情。有一日，一位業務員特登嚟見我，向我訴苦，話佢同公司嘅業務經理冇辦法一齊工作。佢喺呢間公司已經服務咗10年，但係佢嘅待遇一直都冇被調整，佢嘅工作亦都未獲得公司嘅肯定。佢將推銷業績嘅數字俾我睇，成績的確係比其他地區嘅業務員更優異，但佢所講嘅業務經理討厭佢，唔欣賞佢，喺會議上成日令佢難堪，甚至嘲笑佢嘅提案。因此，佢對呢位主管覺得非常反感同埋憤怒。換句話說，佢經常喺心中充滿業務經理對佢嘅批評同埋抱怨，並用嗰種中傷、爭辯嘅語氣同自己嘅內心對答。結果喺佢現實生活中得到咗自己心中所發出惡言嘅報應。經過我嘅提示之後，呢位業務員先知道過去嘅想法係有破壞性嘅，對自己並冇任何利益。從此之後，佢就改變態度，期盼業務經理健康成功，並且喺每晚就寢之前，盡量去想象業務經理誇獎自己優異業績嘅情況。佢逐漸感覺到佢每日晚上所諗嘅事情係真嘅，並可以直接體會到同經理握手嘅感覺，亦聽到佢說話嘅聲音，睇到佢嘅笑容。後來嗰位經理真係提拔佢做科長，同時都大幅提升佢嘅薪金啊！圓夢小語，改變心智就能改變事實。如果你聽完呢條法則有任何心想事成嘅事件發生，記得返嚟留言俾我，仲有 like 同 share 俾大家。